中意食雞腳呢，一定要試試呢個開胃又好味嘅陳醋檸檬雞腳。以前開店時候成日都賣到斷晒火。呢個做法雞腳 Q 彈爽滑唔油膩，每一啖都食到好清新嘅檸檬香味，真係一食呢就停唔到手，越食就越想食。重點係自己整真材實料，乾淨又衛生。自己種嘅檸檬呢，終於派上用場啦！今日整翻個好清新嘅檸檬雞腳。呢個都黃黃地啊，剪埋佢咧。哇，兩個夠啦！有條件咧，最好買啲新鮮雞腳。如果係冰凍雞腳咧，用水啤啤佢，啤到咁樣白雪雪 OK 啦。雞腳新唔新鮮咧，要睇佢切口啊。見到切口係鮮紅色咧，就係新鮮雞腳。飛水之前咧，唔好去剪腳甲喎，咁樣飛出嚟會靚仔啲、完整啲嘅。同樣係凍水落鑊，落2片薑，再落啲白醋咧，去啲雞腥味。想啲雞腳完整唔爆皮咧，用中細火慢慢將佢浸熟啊。如果要大火煮咧，好容易將佢煮到爆皮嘅，咁樣整出嚟雞腳咧就冇咁靚嘅。雞腳咧要浸10分鐘嘅，我先俾一俾其他配料。啲檸檬咧將佢切成薄片，哇！切嗰時聞到好香檸檬味啊！檸檬核咧有少少苦味嘅，將佢撩出嚟唔要啊！做咩另外一個檸檬冇核嘅？咁正嘅。好似做檸檬茶咁樣，啲檸檬咧要中嗰種出味嘅。如果直接放落去咧係冇咩檸檬味嘅，中到出檸檬汁咧就夠酸啦。再俾啲洋葱同埋青紅椒。一面浸雞腳嗰時，啲浮沫咧撈走佢啊，咁樣浸出嚟啲雞腳先乾淨嘅。保持呢種似滾非滾嘅狀態，浸佢15分鐘 OK 啦。千祈唔好用大火同埋吸蓋喎，好容易爆皮唔靚仔嘅。驚佢唔熟啦，我又關火浸多咗5分鐘啊。見到未啊？一啲都冇爆皮，好完整嘅。爽啲雞腳爽口啲咧，記得要過冰水喎。我哋可以提前做定啲食用冰，再倒啲純淨水，咁樣冰火2重天浸過咧，雞皮會變到好 Q 彈嘅。依家再剪腳甲咧就會完整好多嘅。如果屋企人多咧，將佢斬細塊。呢種暗紅色嘅狀態咧，其實已經熟咗啦，因為慢熟啊，所以係有少少暗紅色嘅。屋企人多咧，將佢斬細塊，咁樣一人有幾嚿咧，而且容易入味嘅。全部材料準備好晒咧，就開始撈，唔使拍拖咧，可以落多啲蒜，啱先種好嘅檸檬咧倒埋落去，仲有青紅椒同埋洋葱，芫茜咧可以落1大紮嚇，調味就落2茶匙鹽，落6茶匙頭抽。5茶匙陳醋，呢個陳醋咧係山西陳醋嚟嘅，中意食酸啲咧可以落多啲，再擠2茶匙蠔油提鮮，最後落2樽雪碧，攞雪碧之後咧純淨水同埋糖咧都唔使放啦，因為雪碧咧仲帶少少檸檬酸味嘅，一滴油都唔使放啊，咁樣撈出嚟先唔油膩又清新嘅，盡情咁將佢撈均勻咁得啦。呢個檸檬雞腳咧主打就係一個清爽唔油膩。檸檬雞腳咧就係咁簡單啦。放冰箱凍嘅2個鐘咧就可以開檔噶啦。等浸多2個鐘啊。一次咧可以做多啲。哇！想食嘅時候攞出嚟食，好正嘅。唔好浸太耐，因為檸檬浸耐咗咧會出苦味嘅。浸2-3個鐘啱好噶。啲檸檬雞腳真係好清新啊！依家天氣熱咧真係啱晒。你最中意嘅檸檬雞腳啊！哇！今次實現檸檬雞腳自由啦！哇，好正啊呢個！阿女咧最中意食雞腳啦，今次整一大兜啊，等佢食爽佢，好唔好食啊？好得。一滴油都冇啊，食起身一啲唔會油膩啊，仲有啲檸檬香味啊，食起身特別清新，油唔油膩。大家快啲試下整呢個檸檬雞腳。最後一個啦，唔食啦，真係最後一個啦。食咗10幾20個。越食越想食啊！每次去農家樂食窯雞，大家最中意食呢就係雞翼，每次都唔夠分。其實喺屋企整簡單又快手，有條件呢就買4個新鮮嘅雞全翼，食起身比冷凍雞中翼更加嫩滑多汁。用滾水浸浸，容易上色得嚟，又去雞腥。倒一包正到爆嘅窯雞粉，再加少少老抽，塗抹均勻之後放冰箱醃2個鐘，搵個靚仔啲烤箱，用200度嘅烤雞模式。中途咧再翻面噴少少油，咁樣烤出嚟就唔會太乾身。擠入去再繼續烤8分鐘就 OK。一拉開櫃桶真係超級香，一個超級簡單又好味嘅烤窯雞翅咧就搞掂啦。望落咧就金黃卜卜脆，食起身皮脆肉滑。如果唔係我撳住佢，阿女一個人咧可以食晒成兜。如果食厭咗奧爾良雞翼，咁就試下整。我係閃啲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平時阿女如果早放學肚仔餓急住食飯呢，我就會整呢個蟹柳滑蛋飯。做法呢就超級簡單，小朋友每次都食得好開心。首先呢，打2個老豆嘅雞生嘅靚蛋，加少少油呢，滑出嚟就更加嫩滑。淨係滑蛋呢仲係唔夠嘅，再開一包正到爆嘅蟹棒。呢個蟹棒食起身呢就唔會一嘴粉，味道就好鮮甜。稍微用油煎一煎，蟹柳本身熟呢就唔使煎咁耐，再將蛋液倒埋落去。稍微有少少成型呢，就慢慢推，
推到蛋液唔會流動嘅時候，再撒一紮迷人嘅蔥花。呢個滑蛋呢已經有80%熟，最後爆香個蔥頭，再打返芡汁，一淋芡汁，蛋就已經熟透。一個正到爆嘅蟹柳滑蛋蓋飯就搞掂啦。簡單呢唔代表冇發揮空間，蟹棒鮮甜，蛋又滑，想阿女開心啲呢，就放多幾條蟹棒，輕鬆就搞掂一大碗飯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記得以前打工嘅時候呢，就好中意食真功夫嘅。中午諗到食乜呢，就蒸飯加燉湯，可以一個星期餐餐食都唔會熱氣。依家係屋企人少少呢，都經常整，根據每個人嘅口味自由搭配一下。想快靚正呢，我都會蒸飯同埋燉湯一齊做。關鍵呢，唔使聞油煙，有飯食又有靚湯飲。第一個係廣東靚媽都中意嘅眉豆花生燉雞腳，加啲瘦肉呢，湯就更加甜。老過我嘅陳皮呢，就記得放，加咗之後好飲好多。呢個湯健脾胃又協濕，富含骨膠原蛋白呢，滋補又好飲。雞腳以形補形，跳廣場舞呢就啱晒。第二個係燉俾阿女嘅四神湯，小朋友唔多開胃又煩躁，喳喳淋煲啲四神湯，養脾胃又協濕，吸收好，瞓得好，自然快高長大。第三個係喵媽媽中意嘅蟲草花燉肉餅，新鮮嘅豬展打成肉泥，更加容易出味。呢個湯唔單單好飲有營養，仲可以增強免疫力。捱夜湊女煲劇腰酸背痛呢，可以飲嚟補翻下。最後係我經常煲嚟飲嘅腰果齋湯，年紀大咗怕呢個高嗰個高，煲個齋湯呢就最穩陣。千祈唔好以為齋湯呢就好難飲，放幾粒腰果呢就有油脂，飲落就有肉味，加幾粒馬蹄呢更加清甜。最後加啲純正滾水，先用大火煲滾之後轉中火燉2個鐘。蒸飯想快熟軟糯呢，就先將增城鮮明米浸20分鐘。用瓦缽仔蒸飯呢，飯就更加香，又唔使擔心黐底。先放入蒸爐，加水吸蓋蒸15分鐘。依家我哋準備材料，第一個係香菇滑雞，冇香菇呢就用鹿茸菇。想雞肉嫩滑呢，就買個新鮮普通飼料雞髀就 OK。記得放多少少生粉同埋花生油去醃，醃佢10分鐘，俾雞肉吸收香菇嘅香味。呢個經典嘅香菇滑雞食咗幾十年都未食厭。豆豉蒜蓉蒸排骨想好味呢，一定要買到新鮮嘅排骨。記得醃之前呢，要用水浸出血水。調味嘅配比睇屏幕。想排骨食落更加爽滑呢，就用力揸到嘅起膠。最後再淋一圈油鎖住水分。豬板筋食落爽口又彈牙，今日就調翻個黑椒口味。跟住就用肉碎同埋香菇粒呢調翻個肉餡。想食落有彈性又唔鬆散呢，就搭佢7749下。再將佢塞入黃琴琴嘅豆腐泡裏面，一個經典客家釀豆腐泡呢就搞掂，比釀豆腐呢就簡單好多。梅菜肉餅嘅做法呢都差唔多，將冬菇換成浸過水嘅梅菜，梅菜比較鹹呢，落鹽嘅時候呢就輕手少少，順住個方向呢攪勻佢，再搭佢3721下呢搭到起膠，咁樣整出嚟嘅梅菜肉餅有肉汁又有彈性。全部食材準備好晒之後，開始自由搭配，板筋就拼豆腐泡，排骨就拼臘味。中意呢仲可以加啲南瓜。蒸飯最大優點呢就係原汁原味，做法呢就超級簡單。全部食材搭配好之後，繼續大火蒸20分鐘就搞掂。蒸飯燉湯仲有好處呢，就可以提前做好，撳個保溫鍵就等阿女返嚟食飯，咁樣佢幾時返都可以食到熱辣辣嘅蒸飯同埋燉湯。飯蒸好之後再淋少少頭抽，燉湯加少少鹽就可以飲。哇！一開蓋超級香。燉湯嘅過程呢，營養物質慢慢咁溶解釋出，所以燉湯比煲湯呢更加清甜同埋清澈。人手一樽，乾淨又衛生。簡簡單單嘅蒸飯加燉湯呢就搞掂啦。呢個燉湯蒸飯套餐呢，食起身完全冇壓力，只要可以同屋企人一齊，無論食快餐或者食大餐都一樣咁開心。我係小咪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飲靚湯。好多粉絲呢好奇美食博主屋企究竟有幾多個鑊。依家就去睇睇廚房嘅冰山一角，每個鑊都各司其職，物盡其用。呢個唔識爆嘅沙煲仔可以做啫啫雞煲、豬雜煲，鎖住水分，上菜就夠熱。瓦煲當然係老火湯、豬腳薑必備嘅。靚仔發落魔，除咗可以煲湯之外，仲可以燜煮燉。不黏鑊呢就煎下蛋、煎下牛扒之類。記住千祈唔好乾燒同埋高溫嘅時候洗鑊，咁樣會大大咁縮短使用壽命。唔理有幾多個鑊，長期喺爐頭 C 位嘅一定係炒鑊。今日就用佢嚟做翻個超級正嘅一魚兩食，有湯飲又有魚食，唔需要落太多油。用中火將魚頭魚骨兩邊煎香，煎到佢稍微出油時候再落薑片。魚頭魚骨煎得夠香口呢，咁樣煲出嚟嘅湯就唔會腥。
中意咧可以再加多個蛋，再落滾水炸聲，湯就會變白。滾水遇到魚油之後，魚油溶化喺湯裏面，咁樣湯就會變白。再落豆腐，吸蓋煮10分鐘。調味就放少少鹽同埋胡椒粉，最後落一大紮芫茜。一個好味又有營養嘅魚頭豆腐湯就搞掂啦。魚肉切之前呢，先用水浸一浸，浸出血水之後再切成薄片。調味嘅配比睇屏幕，加少少蛋清呢就會更加嫩滑。醃魚片呢就唔好放鹽，稍微渣渣佢俾佢入味。將薑片嘅薑味煎出嚟之後，再落蔥頭同埋魚片，先唔好急住炒，將兩邊魚片煎香定型之後，再快速咁翻炒。粵菜就講求原汁原味夠鑊氣，新鮮嘅食材快速咁翻炒，唔單單慳時間又慳力水，仲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食物嘅營養。倒入預調好嘅醬汁同埋蔥段，炒到佢收汁就可以上碟。一個香到隔籬屋都可以聞到嘅薑蔥炒魚片就搞掂啦。跟住再煎翻個客家釀豆腐泡，將調好味嘅肉餡塞喺豆腐泡裏面，慢火將兩邊煎到金香，最後倒入預調好嘅醬汁，吸蓋細火燜3分鐘就 OK。最近嘅花甲呢就好肥，再炒翻個超級惹味嘅千層塔炒花甲，落少少鹽俾花甲吐乾淨，大火爆香薑蔥蒜之後落花甲，養得夠乾淨嘅花甲呢就唔需要飛水，蘸少少米酒增香去腥，爆炒真係特別爽，夠鑊氣。再落預調好嘅醬汁同埋羅勒葉，收汁呢就可以上碟。羅勒葉又叫九層塔，又叫金不換，嗰陣獨特香味食一次就會記住。最後再整翻個阿女最近好中意食嘅蟹柳滑蛋。做滑蛋火一定要夠猛，咁樣蛋又唔黐鑊又快熟，唔使急，最緊要快。咁樣滑出嚟嘅蛋呢，仲滑過你面珠燈，唔使洗鑊，再打翻芡汁淋上去。一個小朋友搶住食嘅蟹柳滑蛋呢，就搞掂啦。今日嘅鮮滷後烤乳鴿呢，都非常正。新鑊用之前呢，記得要先開一開鑊，先用水沖洗乾淨，然後再抹一層油，再加熱燒一燒，放喺度自然晾乾呢，就 OK 啦。簡簡單單有一餐，一樣食得咁開心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將意粉要整得好食，關鍵就係牛肉醬。依家我就將整咗無數次嘅方法總結俾大家，個個小朋友食完都話正。將牛肉、豬肉各一半，將佢打碎，用新鮮肉熬出嚟肉醬意粉呢，特別好味。洋蔥呢就唔好偷懶，要自己剁碎。新鮮成熟嘅番茄呢都必不可少，比淨係用番茄醬呢會香好多。開咗中火，用橄欖油將蒜蓉同埋洋蔥碎呢慢慢炒香，炒到香味出嚟之後，放一大塊黃油，再炒到焦香呢就落肉碎，全程用中火炒，將肉碎嘅油分炒出嚟，落少少高度酒，再落少少披薩草、羅勒草同埋黑胡椒水，糖呢可以落多少少，最後落新鮮嘅番茄同埋番茄醬，咁樣炒出嚟嘅番茄肉醬呢顏色先夠鮮艷，就好似老抽可以上色咁。炒香之後落一大兜水，煮滾轉細火，急蓋燜1個鐘。趁熬緊肉醬，我哋開始煮意粉。凍水落鑊，水滾之後落少少鹽同埋橄欖油。意粉中間如果係白色心呢，就係未熟，大概煮15分鐘就可以撈起身。撈起身之後唔需要過冷，落少少油撈撈就唔會結埋一嚿嚿。熬個幾鐘嘅肉醬呢已經變得好軟爛，中意結啲呢就放半碗生粉水。呢個肉醬呢肉香非常濃郁，酸酸甜甜，超級開胃。大細小朋友都好中意。喺國外嘅時候冇飯食呢，就經常煮嚟食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好新嘅大腸頭切出嚟做滷水，整一大枱餸呢，提前整翻個滷水三寶，將豬耳、豬鼻、五花展同埋大腸頭先飛水，落薑蔥米酒呢可以去腥，飛時候撈走浮沫，再用清水呢沖洗多一次。處理得乾淨嘅食材做出嚟嘅滷水呢就特別清爽。用中火將薑蔥蒜同埋香菜頭煎香，煎到出香味嘅時候倒1碗頭抽，再落4碗水，少少頭抽上色，再將屏幕上面嘅香料倒埋落去，幾粒冰糖軟化肉質，半杯高度米酒增香。想食起身更加惹味呢，落半包鹽焗雞粉，然後將洗乾淨嘅材料冚唪唥倒埋落去，煲滾之後轉細火浸佢1個半鐘，中途呢就唔好偷食，得閒呢就翻身。想更加入味呢，可以浸耐少少。如果中意軟爛嘅口感呢，就吸蓋浸。唔吸蓋浸出嚟嘅豬耳同埋豬鼻呢，就特別爽口，食起身超級惹味。自己整嘅滷水真材實料，乾淨衛生，個個都食到讚不絕口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每次整扣肉呢，大家都好中意，我都掌握咗少少秘技，就係每次唔好整太多，咁樣就少食多滋味。
今日整個超級經典嘅梅菜扣肉，將四方形嘅五花肉用薑葱米酒飛飛水，吸蓋細火煮20分鐘，筷子可以輕鬆咁插入呢就 OK。揾個叉仔喺豬皮上面吉多啲窿仔，再抹一層鹽，倒少少白醋，咁樣炸出嚟嘅豬皮呢就會蓬鬆。炸之前將五花肉嘅水分抹乾，用中火慢慢炸。啱開始炸嘅時候吸個蓋仔，炸到佢冇咩聲氣之後呢就可以開蓋。最後嘅5分鐘呢可以升高油溫，炸到兩邊都金黃卜卜脆，聞到焦香味嘅時候就可以撈起身浸凍水。咁樣炸過扣肉香口得嚟，又唔會油膩。梅菜就超級鹹，剁之前呢浸一浸水，再將佢切成細粒。想口味層次更加豐滿呢，可以加啲魷魚乾。乾油浸水之後，將佢切成細粒，開嘅中火先爆香蒜蓉、薑蓉、魷魚粒，再加少少白角，炒香之後落梅菜，將梅菜炒到乾身。調味嘅配比睇屏幕，梅菜同埋南乳呢都比較鹹，所以落鹽呢就冇咁重手。南乳除咗調味之外，仲可以上色，做出嚟扣肉會紅潤少少。最後落半碗生粉水，炒到佢收汁呢就 OK。炒好嘅梅菜望落都好好味。將啱先浸軟扣肉切成薄片，一人一塊呢就唔好偷食。將啱先炒好嘅梅菜同埋五花肉呢撈埋一齊，然後就好似做三文治咁將佢哋夾埋一齊。揾個碗仔將皮向下擠落去，周圍嘅空隙呢都填滿佢。水滾之後細火蒸4個鐘，蒸嘅時間如果唔夠長呢就蒸唔透，食起身就特別油膩。蒸咗成4個鐘嘅扣肉非常軟糯多汁，成碗扣喺碟上面就叫扣肉。今日嘅甜品整個黑芝麻椰汁卷，大人細路都超中意。做甜品呢千祈唔好慌，先將黑色芝麻陣用到嘅材料抹低佢，攪拌之前先將黑芝麻炒香，用300克水加50克芝麻，用破壁機豆漿機呢打成漿，倒出嚟加150克嘅冰糖再煮滾。成日都話怕翻車呢，揀馬蹄粉好重要。我用呢個牌子250克裝，啱啱好一盒做一次，唔用平過30蚊一斤嘅馬蹄粉呢，就基本唔會錯。溝好嘅馬蹄粉漿呢，過一下篩，如果學馬蹄生漿去煮滾嘅芝麻糊裏面，煮成熟漿之後再溝翻啱先調好嘅馬蹄生漿，煮咗生熟漿口感呢會更加 Q 彈，而且啲粉漿呢唔會沉澱分層，咁樣黑芝麻嗰層呢就搞掂啦。白色嗰層椰汁糕呢就用到呢啲材料，配比就快手少少，截圖保存。牛奶溝煉奶先攪溶佢，椰漿一罐呢剛剛好400克倒埋落去，再加埋啲馬蹄粉，攪拌均勻之後過下篩呢就 OK。椰漿嘅濃稠度夠高呢，馬蹄粉就唔會沉澱分層，咁樣就唔使煮生熟漿都 OK。黑白兩種漿呢都搞掂啦。用上次做腸粉嘅托盤呢，先做黑芝麻層，吸蓋大火蒸2分鐘。2分鐘之後開蓋再蒸椰漿層，同樣係蒸2分鐘，攤凍之後再拎出嚟，慢慢咁將佢捲起身。一個每次都唔夠食嘅黑芝麻椰汁卷呢就搞掂啦。人多一齊分享呢，再切成細塊，食起身 QQ 彈彈，椰汁味同埋芝麻味都非常濃郁。自己做嘅甜品特別好味又安心，大人細路都中意。好多粉絲問我呢，平時做咁多好嘢食啦，咁細女食嘅 BB 副食究竟點樣整？其實平時我做得最多呢就係燉粥仔，今日就分享幾個細女嘅副食粥，營養好又容易吸收，大人如果冇咩胃口呢都可以煲嚟食。燉出嚟嘅粥仔呢營養流失少，又唔使睇火，真係好方便。第一個係豬肝瘦肉胡蘿蔔冬菇粥。豬肝瘦肉飛水之後，加1/4條胡蘿蔔同埋1粒泡發好嘅冬菇，將全部材料打碎，容易入口又容易出味好多。用營養粥嘅模式燉2個半鐘。我每個星期呢最少整2次豬肝粥俾 BB 補鐵，記得1歲以內呢就唔使放鹽。呢個粥一開蓋呢就超級香，入口非常綿滑，小朋友就超中意。每次我都會燉多少少，留啲俾姐姐補下。第二個係南瓜紅棗小米粥，具體嘅配方呢睇屏幕，每種食材多啲少啲呢都冇咩所謂。BB 中意食結啲嘅粥呢就放多啲小米，如果餐餐都食肉粥呢就好容易積食，所以每個星期我都會有1-2日煲齋粥。呢個粥呢好容易消化，南瓜嘅維 A 呢可以提高免疫力，入口就甜點地， BB 就超中意。有時我早餐呢都會食翻碗。第三個係大女都好中意嘅牛肉馬鈴薯胡蘿蔔粥，牛肉脂肪少，富含蛋白質氨基酸，每個星期呢都會煲翻1-2次。牛肉仲可以搭配去咗皮嘅番茄粒一齊燉粥仔，酸酸甜甜好開胃。我仲會時不時呢加啲小米溝大米一齊煲粥，入口綿滑香甜。
兩個女都超中意食。第四個係雞肉青菜粥，將新鮮嘅雞胸肉剁碎佢，新鮮嘅雞通常都有雞腎同埋雞肝，放少少一齊去煲呢，就更加有營養。煲2個鐘之後，將結埋一嚿嘅雞蓉呢打散佢。清蒸同埋白灼海螺食得多啦，今日整翻個好特別嘅清酒海螺，落少少薑將海螺灼熟，揾個煲仔呢放少少薑同埋蒜，今次呢就唔放油煎香，放1碗水，再落2茶匙味淋，半碗仔頭抽，再落一杯靚清酒呢，味道層次就非常豐滿，再落少少糖，細火慢慢將佢煮滾。最後落少少秘密武器青芥末，煮過嘅芥末呢就唔會太辣。將灼好海螺放埋落去，關火之前呢再落多半杯清酒，呢個時候就可以聞到淡淡嘅米酒香味。清酒海螺可以熱食或者冰鎮之後再攞出嚟食，冷藏過嘅清酒海螺呢食落更加爽脆。鹽水浸酸菜炒生魚片非常開胃又惹味，想整得好食，魚嘅處理比較重要。首先將生魚皮上面嘅黏液刮乾淨，咁樣等陣切魚片嘅時候呢，先唔會滑捋捋。將佢切成薄薄嘅厚片，魚夠大就唔需要切蝴蝶刀。魚肉想炒嫩滑醃法都好重要，磨少少胡椒粉，再落2茶匙嘅濕生粉水，將佢揸到少少起膠之後呢，再落少少油將佢封住，出少少力水將佢揸1分鐘，咁樣醃過生魚片，等陣炒出嚟先夠嫩滑。千祈呢就唔好落鹽。落咗鹽嘅生魚片食落會鞋口，先用大火加少少糖將酸菜呢炒熟，裝碟備用。放幾片薑將薑味煎出嚟，然後再落生魚片，先唔好急住炒，蘸少少米酒，先將魚片兩邊煎香。見到佢轉色之後，我哋落芹菜，然後不斷咁翻炒，最後落預調嗰個醬汁同埋酸菜，不斷咁兜到個收汁呢，就可以上碟啦。呢個生魚片炒酸菜非常嫩滑又唔腥，可以保留到生魚嘅口感同埋鮮味。今年6·1呢就要翻學啦，提前同小朋友開翻個大食會 party 開心下，好似我哋呢啲超齡嘅兒童呢，都一樣玩得咁開心。提前一晚醃啲阿女最中意食嘅奧爾良雞翼，雪藏雞中翼浸水浸個半個鐘，然後放奧爾良粉同埋蠔油，用力捽一捽就更加入味。早上天氣咁好呢，先陪細女出去散下步，再順便飲個茶食個包。小朋友呢都可以飲一啲菊花茶潤一潤下下火。呢度啲點心呢就不功不過，3盅2件就食得好開心。蒸排骨、燒賣同埋陳皮牛肉丸呢都係我嘅最愛。食完再打包個蛋撻俾 Bobo 同埋飯飯，狗仔呢就比較容易滿足，食咗蛋撻呢就開心成日。Bobo 同埋飯飯呢喺我心裏面永遠都好似一個長唔大嘅小朋友，每次見到我哋都開心到發癲，基本上呢都唔需要花時間氹佢開心。晨咁早阿女就已經好認真咁開始佈置場地，開 party 呢小朋友就好中意食 pizza， 下晝就開始提前做 pizza 餅底，先將2克酵母加120克嘅水攪拌均勻備用。100克嘅高筋麵粉加100克嘅低筋相溝，再落2克鹽同埋6克糖撈均勻。呢個份量呢可以整2個8寸嘅披薩。再將啱先嘅酵母水倒埋落去撈均勻，最後落10克嘅橄欖油將佢捽成一嚿，吸個保鮮袋發酵1個鐘。如果要等幾個鐘先食呢，就放喺冰箱度發酵。夏天做涼拌波波枝同埋水果沙律呢，先用果蔬機浸洗下，咁樣就衛生乾淨好多。沙拉菜如果用冰水浸過呢，食起身就特別清爽。缽缽雞嘅發揮空間呢就比較大，落少少薑片，將穿呢成晚嘅雞腎啦、蝦啦、墨魚啦、魷魚啦，全部劈埋落去，落少少米酒去腥，仲有各種丸仔同埋魚豆腐，仲灼啲平菇啦、西蘭花同埋馬鈴薯、青瓜呢就可以生食。用純淨水將缽缽雞嘅調味料呢撈均勻，先撈湯底，再放辣油醬汁，最後再倒一包芝麻。呢個缽缽雞醬汁呢真係超級正，下次有時間我哋再試下自己整。將攤凍咗嘅材料全部劈埋落去，浸個半個鐘呢就更加入味。呢個缽缽枝大細兒童都好中意。咁靚嘅五花展呢，我哋整翻個胡椒浸五花展，落啲生粉同埋水呢將佢揸鬆，最後落少少油封住就 OK。肉醬意粉要整得好食，關鍵就係熬肉醬。依家我就將整咗無數次嘅方法總結俾大家，個個小朋友食完都話正。
將牛肉、豬肉各一半，將佢打碎，用新鮮肉熬出嚟肉醬意粉呢，特別好味。洋蔥呢就唔好偷懶，要自己剁碎。新鮮成熟嘅番茄呢都必不可少，比淨係用番茄醬呢會香好多。開咗中火，用橄欖油將蒜蓉同埋洋蔥碎呢慢慢炒香，炒到香味出嚟之後，放一大塊黃油，再炒到焦香呢就落肉碎，全程用中火炒，將肉碎嘅油分炒出嚟，落少少高度酒，再落少少披薩草、羅勒草同埋黑胡椒水，糖呢可以落多少少，最後落新鮮嘅番茄同埋番茄醬。咁樣炒出嚟嘅番茄肉醬呢，顏色先夠鮮豔，就好似老抽可以上色咁。炒香之後落一大兜水，煮滾轉細火急蓋燜1個鐘。趁熬緊肉醬，我哋開始煮意粉。凍水落鑊，水滾之後落少少鹽同埋橄欖油。意粉中間如果係白色心呢，就係未熟，大概煮15分鐘就可以撈起身。撈起身之後唔需要過冷，落少少油撈撈就唔會結埋一嚿嚿。熬個幾鐘嘅肉醬呢已經變得好軟爛，中意結啲呢就放半碗生粉水。呢個肉醬呢肉香非常濃郁，酸酸甜甜，超級開胃，大細小朋友都好中意。喺國外嘅時候冇飯食呢，就經常煮嚟食。阿女就超中意食麥樂雞塊，今日就試下自己整。先用黃油將洋蔥碎炒香，材料仲有雞胸肉煲熟嘅薯仔，再落少少鹽同埋黑胡椒粉。呢個加咗薯仔嘅配方呢，營養就比較均衡。用攪拌機將佢打成糊狀就 OK。搓雞塊之前浸少少油水，用150度嘅油溫呢炸到金黃卜卜脆就 OK。想食落更加似麥樂雞呢，就唔好放蒜泥。想更加鮮呢，可以放啲蝦仁，跟住再炸啲小朋友最中意嘅薯條。想學喺屋企點整薯條呢，彈個1。蛋撻成本低又好味，盡量呢就唔好提前烤，計啱時間啱啱出爐就最正。烤完蛋撻呢，繼續烤雞翼。記得以前去披薩克開始 party 呢就好開心，因為有好靚嘅披薩食。今日我哋自己重溫下，將發好嘅麵團2/1壓扁佢，中意食芝心呢就捲啲芝士落去，用竹籤吉少少窿仔，鋪半碗啱先熬好嘅番茄肉醬，上面嘅材料就千變萬化，可以放肉腸啦、菠蘿啦，甚至係榴蓮咖喱，上面再鋪啲馬蘇里拉芝士水。每次整披薩我都諗起讀書時候隔離房嘅同學仔，基本上佢餐餐都食披薩，因為佢唔識煮飯，整披薩方便得嚟又飽肚。整水果沙律呢，關鍵水果要新鮮。披薩用230度烤13分鐘左右呢就 OK。話咁快小朋友嗰張台呢就準備好晒啦。大人呢邊呢仲要整多2個餸。廣東人可以唔食飯，但一定要飲湯。咁就整翻個超級正嘅椰子煲雞。椰子煲咗20分鐘之後再落雞肉，將雞肉煮熟，再放少少鹽呢就 OK。咁樣雞肉嫩滑，湯又鮮甜。浸牛展呢就更加簡單，落多少少薑，水滾之後落牛展。牛展轉色有90%熟呢就要撈起身，放一大紮芫荽，將煮滾嘅牛肉湯再淋翻上去。牛肉湯嘅餘溫可以將牛展完全逼熟，喺出面小朋友早已經迫不及待。諗起以前節假日係最忙嘅時候，翻屋企食飯機會都好少。趁阿女仲可以過2個兒童節，開個 party 幫佢補下數。只要有心陪住小朋友食啲乜都冇所謂。喺呢度祝各位大小朋友節日快樂，心想事成，學業進步。就算翻風雨，仔細睇緊你，只見陽光照萬里。有你開心啲，莫不稱心滿意，鹹熱不快也好好味。我有薯條點可以少咗肥仔水？今日開 party 就俾佢哋放縱一次。呢餐飯大人呢就唔係主角，但一樣食得咁開心。中意可以小朋友嗰邊食完再返大人呢邊，咁就雙重滿足。食咁多熱氣嘢，一人整翻樽龜苓膏呢就超級正。中意仲可以加啲煉奶或者蜂蜜，清熱得嚟又下火。阿女每次食完呢都話想食多樽。喺呢度再分享個粉絲好關心又值得開心嘅消息，阿女今次小廚神比賽呢就攞咗1等獎，老師對阿女讚不絕口，佢話評委都一致認為阿女係應該攞1等獎，實至名歸。
希望阿女以後可以繼續努力，再接再厲。除咗可以整多啲好嘢俾自己食之外，仲可以分享俾大家。小朋友想煮飯嘅時候呢，千祈唔好攔住佢，俾多啲鼓勵，俾多啲空間佢發揮。打爛幾個碗呢，就在所難免。每個小朋友都可能係小廚神，千祈唔好埋沒佢。我係小咪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好多粉絲咧嗌我整多啲糖水，依家天氣熱熱地就整翻個原隻木瓜燉桃膠雪燕，中意仲可以加多幾粒皂角米，3-4粒雪燕呢就可以發到一細碗。皂角米同埋桃膠呢都要浸一晚，有條件呢就摘一個老豆種嘅木瓜，樹上黃嘅木瓜呢就特別清甜，浸咗一晚呢都發得好靚仔。浸好嘅雪燕睇落呢好似燕窩，木瓜呢開個蓋仔，將泡發好嘅桃膠同埋皂角米呢放入去，加水到6成滿。木瓜太大隻呢，就用保鮮膜笠住佢，大火燉佢40分鐘。40分鐘之後加雪燕、木瓜粒同埋冰糖，甜度呢就自己控制。雪燕如果燉太耐呢，就會變成水，吸蓋繼續大火燉20分鐘就 OK。一撕開清香撲鼻，木瓜同埋雪燕嘅口感呢非常嫩滑，想營養更加豐富呢，再加樽鮮牛奶。呢個甜品呢可以熱食或者凍食，阿女就超級中意。每次摘到靚木瓜呢，都叫我燉俾佢食。食完之後今晚發夢呢都特別香甜。我係小咪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手臂咁粗嘅瀨尿蝦呢，清蒸或者鹽水就非常正。未諗到坐成個鐘嘅車仲未暈車。急凍或者冰鮮嘅瀨尿蝦呢，肉質係會鬆散，所以食瀨尿蝦呢唔好貪大隻，一定要生猛。鹽水浸瀨尿蝦呢就冇咩秘技嘅，切少少鹹到痹嘅黃糖豆菜。再用薑呢同佢一齊炒香，炒香之後倒一大兜水，水滾之後將瀨尿蝦全部浸落去，手臂咁粗呢就吸個蓋焗佢3分鐘。頭菜就有少少鹹，調味就放少少鹽就 OK。一個原汁原味超級清甜嘅鹽水瀨尿蝦呢就搞掂啦，浸出嚟嘅湯汁呢都係白雪雪嘅。我係小咪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今個星期阿女學校呢舉行小廚神比賽，每個同學仔都要煮嘅味餸，仲要將做嘅過程呢拍成短視頻，咁就簡簡單單咁教佢做翻幾味。平時睇我煮飯呢就睇得多啦，今次一於俾佢體驗下。买螺丝起来一定要买有高的，你看这个就有高的了。先将煮土豆和4杯水，胡萝卜跟玉米倒下去，然后我会把这个土也倒进去，煲1个小时，在水里泡一下，泡一勺2两粉在鸡翅上，把鸡翅搅拌均匀，让它更加入味。打开，鸡翅放进去，入鸡翅模式，将土豆切成小块，放1勺生粉在水里，倒完牛肉里，放1勺生抽，搅拌，放点油，再搅拌均匀，热锅凉油，然后将土豆倒进去，将土豆炒一炒。肉炒香，然后倒入水，1碗水，盖上多盖焖10分钟，开盖，然后放牛肉。哇，这么多牛肉的？对呀，不许偷吃哈。盖上盖3分钟，开盖，放蚝油，最后放点香菜和葱就 OK 啦。盐没放。不够咸的话就放点盐。哇，好好看哦，好香哦！赶紧，然后放入番茄。好的。我不好。这个用力，再用力。放3勺糖，再放1勺盐，捞一捞，煮出之后放1碗水，然后关盖煮5分钟。把番茄煮烂之后，把皮挑出来。现在放入鸡蛋，把它平铺在上面，再铲一铲锅底。还要与番茄汁融为一体，
捏不能捏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准备出锅。现在将它倒下盘中，撒点迷人的葱花，就 OK 啦。好香哎！现在调个金龙饭，先放3勺蒜蓉，然后再放1勺自己调的蒜油，多一点点，放点蚝油，再来点生抽，转一下，放点油，继续卷拌，泡点粉丝，将粉丝铺上去。这个是大勺，就是金银蒜啦。现在来去蒸，水开后关盖煮6分钟 ，OK 啦。开锅，撒点迷人的葱花，翻炒，倒入蒜蓉，翻炒，再放点水。闭幕啦！哇，想辣死个你！放点糖，放点蚝油，放点生抽，翻炒，盖上盖子3分钟，开盖，放点迷人的葱花，出锅啦！OK。哇，辣好死！香啊！辣到眼睛啦！出锅啦！开盖，开盖，放点盐，舀点汤，尝一尝是啥味的？还是我喜欢吃的，好棒啊！这土豆很好吃。有肉味很大，不酸，还真的不辣，好食嘛？好食。自己動手豐衣足食，呢餐飯呢我就好滿意，但係仲有好多進步空間，所以唔好俾佢太驕傲。大家如果覺得好咪點個讚支持下，阿女肯定開心到發癲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夏天天氣咁熱，冇咩胃口呢，整翻個醒神又開胃嘅撈汁海鮮。今日分兩個適合我哋廣東人嘅兩款撈汁，唔會太辣，但係好好味。一個係檸檬芥末口味，仲有一個泰式酸辣口味。學識呢兩撈汁以後，想食撈汁海鮮呢，就唔需要叫外賣。再整多個水果沙拉一齊食呢，就完美啦。水果同埋沙拉菜要直接生食呢，就用果蔬清洗倉洗一洗。咁樣可以去除農殘同埋保鮮劑。佢有兩個倉，一個洗肉類，一個洗蔬菜，專倉專用，而且唔使放清潔劑，咁樣更加衛生又健康。洗完之後保鮮時間都會長好多。再用果蔬清洗器深度清潔下海鮮，畢竟海鮮呢有好多細菌，洗完之後摸一摸呢，果然清爽好多。咁樣撈出嚟呢就更安心，拆卸清洗都好方便，用完直接放返去充電就 OK。關鍵仲可以無線使用，咁樣用起身呢無拘無束，居然仲可以幫手機充電。海鮮洗完白白之後飛飛水，落薑蔥同埋少少米酒，比較難熟嘅蟹呢就飛多2分鐘，其他小海鮮水滾就可以差唔多撈起身，放入冰水浸一浸更加清爽彈牙。滷幾個鵪鶉蛋呢等陣做沙拉用。依家開始做撈汁，第一款經典嘅撈汁呢就要淋滾油，激發出蒜蓉嘅香味。具體調味配比呢睇屏幕。靚嘅香醋同埋生抽呢都好重要。呢個撈汁呢就唔放花椒油同埋辣椒油，淨係放1匙羹仔芝麻油，加一碗純淨水之後放檸檬切片同埋一條唔多辣嘅青椒。想食落更加醒神呢，擠少少青芥末。青芥末同埋海鮮嘅味呢就特別搭。放太多呢會有少少攻鼻。第二個分享嘅係泰式酸辣汁，具體嘅配比睇屏幕。呢個泰式酸辣汁同啱先經典嘅撈汁最大嘅唔同呢就唔放油，食起身就清新好多。冇魚露就放少少鹽，將所有配料都打爛之後，我哋再擠啲青桔汁。魚露同埋青桔汁係呢個泰式酸辣汁嘅靈魂。用白醋嚟代替酸桔汁呢，出嚟嘅味係完全唔同。有呢兩個汁之後，你想點撈就點撈。泰式撈汁呢就清新酸辣，蒜蓉香醋檸檬汁聞起身就非常香。
除咗可以百搭海鮮之外，仲可以做涼拌青瓜、涼拌牛展、涼拌雞腳，撈乜都可以撈得好好味。撈完之後，如果有時間放喺冰箱再凍佢2個鐘。通常我等2分鐘就忍唔住，因為撈完之後實在太香。呢個撈汁海鮮喺夏天嘅夜晚嗒翻2杯煲下劇，真係超級正。食咁多靚海鮮又怕高呢，可以食翻啲蔬菜同埋水果。新鮮嘅靚水果同埋沙拉菜配啲芝麻沙拉醬呢，真係食幾多都唔夠。一個人食一大兜呢，都完全冇壓力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今日整翻個超級正嘅脆皮五花肉，自己整出嚟呢，仲好食過外賣。送酒送飯都一流。將塊帶皮嘅五花肉呢先飛水，循例落薑葱米酒壓壓聲。咁大塊豬肉要吸蓋焗佢30分鐘，用筷子可以輕鬆咁插入就可以將佢撈起身。想烤出嚟更加入味呢，就戒十字刀。烤五花肉呢，我就比較中意大塊嘅五花肉。如果切成一條條呢，烤出嚟好乾身。烤之前落1茶匙五香粉、1茶匙南乳、生抽同蠔油呢，就唔好落太多，因為烤嗰時好容易燒焦。將全部窿窿罅罅呢都塗抹均勻，用錫紙先將佢包起身。露出嘅豬皮用牙籤將佢吉多啲窿仔，咁樣烤嗰時候豬油呢就會出嚟。再用牙籤呢將佢稍微固定一下。想烤成脆皮呢，上面再鋪一層鹽，放入靚仔少少嘅空氣炸烤箱，先用200度烤佢20分鐘。烤咗20分鐘呢，仲未食得，將豬皮上面嘅鹽呢全部刮走佢，將包住喺外面嘅錫紙剝走，繼續用200度烤20分鐘。咁樣烤出嚟嘅五花肉，豬皮呢就卜卜脆，下面嘅豬肉又啱啱好，唔會烤燶，食起身嫩滑得嚟又唔柴。攤凍少少，再將佢切成細塊，聽聲音都可以聽到非常卜卜脆。暫時呢都忍唔住想偷食翻塊，配少少糖一齊食呢就冇咁油膩。減緊肥呢一定要試下。俗語有云：人怕出名，豬怕壯。今個週末大兒屋企又劏豬，次次都俾人話廣州親戚又食又拎。今次除咗衫褲鞋襪，仲買咗零食啦、西瓜啦，仲有箱龜苓膏。其實呢，我對豬肉呢就冇咩興趣嘅，純粹就揾個機會帶小朋友返鄉下開心下。劏唔劏豬呢都係咁開心。去劏豬之前呢，食翻個靚早餐。呢個喺惠州永漢嘅腸粉呢，做咗成30幾年，從20年前5毫子一條做到依家1.5蚊一條。即使係肉加蛋醬，依家都係賣緊2蚊半。3年啦喎，周日嘅3年啦，都聽聞喎。你睇我哋30歲喎。哦，60歲嗰啲。阿姨見我拍視頻呢，就不斷咁勸我千祈唔好做腸粉。做腸粉店呢，非常辛苦，行行出狀元。每一個行業想做得出彩呢，都係不斷咁堅持，不斷咁付出。無論形勢點樣變，一直堅持初心。我就特別中意食呢度嘅沙角腸同埋酸菜腸。腸粉食落非常爽滑，沙角就帶少少清甜，新鮮嘅酸菜鹹度呢，就恰到好處，食落一啲都唔會膩。仲有小朋友好中意食嘅豆角腸，如果唔多中意食肉，喺度食齋腸呢，真係唔錯嘅選擇。以前時不時揸幾10公里車呢，就為咗食呢啖腸粉。呢個腸粉好食，除咗因為阿姨手勢好之外呢，同永漢嘅水土都有好大關係。因為呢度產嘅米呢，好適合做腸粉。大家如果對做腸粉有興趣呢，可以睇翻我之前腸粉嘅視頻。除咗腸粉好食，呢度豬雜粥都係非常正。6蚊雞就大大碗，豬雜又多又新鮮。粉腸、豬肝、豬腰、豬紅、豬肉，樣樣都有少少，所以煲出嚟嘅粥呢就超級甜。新鮮嘅豬雜加上土炸花生油，仲有迷人嘅蔥花同埋胡椒粉，每樣都配合得恰到好處。中意食肉嘅小朋友同埋中意食豬雜嘅朋友呢，一定唔好錯過。3人叫一碗豬雜粥呢已經夠食，10幾20蚊已經食到好飽。一個90，2個160。喺廣州城區返到鄉下呢，幸福指數會突然飆升。因為真係又平又正，160蚊2隻鵝呢，真係好有良心。劏豬嘅過程呢，有少少血腥，今次就唔拍咁多。總之劏一條大土豬呢，就唔係咁容易，要4-5個好有經驗嘅師傅一齊配合先可以劏到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模仿。新鮮劏出嚟豬肉仲帶住少少溫度，望落顏色溫潤，摸起身非常有彈性。咁靚又厚實五花肉用嚟做梅菜扣肉或者脆皮五花肉呢，就超級正。土豬肉睇落呢就好肥，食起身呢就好香。用粉腸同埋豬頭骨煲嘅菜乾湯呢，真係超級香。煲腍咗嘅粉腸吸收咗菜乾嘅香味，食落一啲都唔會腥。裏面嘅粉呢多到爆晒出嚟。咁靚嘅土雞一定要留返嚟做白斬雞。豬雜粥、豬蓉炒韭菜、酸菜炒大腸，上次都分享過啦。今日整返個超級正嘅蜜汁烤排骨。
揾一塊厚身少少嘅排骨，咁樣烤出嚟先有肉食。烤之前呢，用清水將佢浸洗出血水。今次用傳統經典醃法呢，就唔需要放叉燒醬。抹乾水分之後，放1大匙羹柱侯醬，再加2大匙羹嘅南乳汁。南乳汁又鹹又香，又可以上色。再加啲蒜蓉同埋生抽，將佢塗抹均勻。有時間最好醃2個鐘。蜜糖千祈唔好咁早放，因為好容易燶。鄉下冇烤箱呢，用炭火烤就更加香。烤咁厚身嘅排骨呢，千祈唔好心急。如果用明火烤呢，好容易出面燶晒，入面又唔熟。用啱啱煲完湯嘅炭嚟烤呢，就啱啱好。烤排骨呢，唔需要經常撩佢，烤完一面再烤另外一面，得閒就掃少少油，咁樣烤出嚟呢，更加靚仔。烤到兩面金黃焦香，再掃蜜糖，用個叉仔吉吉最厚實嘅地方。如果冇血水流出嚟呢，說明已經熟透。聞到烤肉散發出嚟嘅油脂香味同埋蜜糖嘅焦香呢，就 very good 啦。小朋友見到都流晒口水。攤凍之後再撕開，人手一條。話咁快全部菜都上齊晒，粉腸食落爆粉又唔黐牙，仲有新鮮嘅生坑魚、韭菜炆豬紅、皮脆肉滑嘅走地雞，仲有客家炒肥豬肉。自己種嘅青菜呢都特別清甜。今餐飯雖然冇山珍海味，但每個人呢都食得好開心。只用新鮮排骨烤出嚟呢，真係超級好味。趁熱食，汁水特別多。食厭咗蒸排骨呢，喺屋企可以試下整，個個都食到讚不絕口。掃咗蜜糖嘅燒排骨食落一啲都唔會油膩，表皮超脆，肉嫩滑，真係一人食一條呢都唔夠。下次再烤多2板。食咗烤排骨怕熱氣呢，整翻樽龜苓膏下下火。今日大姨咁辛苦，先俾佢試下。喂，好甜，好吃。見到大姨食得咁開心呢，大家都迫不及待都整翻罐。呢個龜苓膏食落藥材味呢就冇咁重，唔苦得嚟又有龜味。大家都食得好開心，小朋友返鄉下呢就最開心，可以同小朋友玩啦，又可以同雀仔玩。最後一個環節當然就係太公分豬肉，人人有份。我就淨係要咗1大塊五花肉，想睇脆皮烤五花肉同埋梅菜扣肉呢，彈個1。今日視頻呢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屋企有破壁機，除咗鋪塵同埋打豆漿之外，仲可以做翻啲靚嘢俾屋企人試下。上次嘅破壁機食譜大家都好中意，今日我繼續分享幾個我哋屋企最受歡迎嘅破壁機食譜，記得收藏點讚慢慢睇。第一個係老婆最中意嘅五紅湯，紅豆、紅棗、紅糖、花生加杞子，用5谷鍵模式。呢個五紅湯女仔就要飲多杯，補氣又補血，皮膚暗黃又捱夜呢就最啱，口感絲滑又好飲。第二個要分享係我好中意嘅3黑豆漿。3黑就係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，再加啲補氣血嘅紅棗。唔中意咁甜呢，可以唔放糖，撳豆漿鍵模式就搞掂。呢個3黑豆漿養頭髮又補氣血，飲完呢由頭靚到落腳，就好似我一樣咁黑。自從有呢個豆漿之後呢，我就唔食浸黑豆，得閒就打翻杯幫自己補下。第三個係全家都中意嘅清爽芡汁豆漿，用綠豆、薏仁加黃豆，甜度呢自己控制，用豆漿鍵模式俾佢慢慢搞。呢個芡汁豆漿最啱依家落雨濕濕又悶熱嘅季節，熱氣又爆豆呢，飲多杯嚟下下火，放冰箱雪赤佢呢就更加好飲。有模具仲可以做成小朋友最中意嘅綠豆雪條。第四個係阿媽最中意嘅美齡粥，經典嘅搭配呢係大米、淮山、枸杞、黃豆加百合，有黃豆呢都要用豆漿鍵模式，咁樣整出嚟就係破壁機版嘅美齡粥，比平時煲出嚟更加快捷容易吸收。呢個配搭養脾胃，堅持飲呢皮膚都靚好多。阿媽70歲呢睇落都好似50幾。第五個係我哋呢排減脂經常都飲嘅超無奶昔，香蕉、藍莓、牛奶加可可粉。用點動模式撳佢5秒，哇，超香又絲滑，飲完呢有飽腹感。據聞好多超模呢都係飲呢個奶昔嚟 keep fit，所以就叫超模奶昔。
完全咧可以代替到出面嘅奶茶。第6個要分享係我好中意嘅牛油果香蕉奶昔，記得咧要買到成熟嘅香蕉同埋牛油果，甜度自己控制，點動模式打幾秒咧就 OK， 營養豐富又健康，係我最中意嘅一款奶昔，飲完成個人都舒暢好多。第7個係阿女成日嘈住要整嘅抹茶冰沙。用一杯純牛奶先化開抹茶粉，再將阿女細時最中意飲嘅旺仔牛奶結成冰磚，對半切開佢，冚唪唥材料劈埋落去，用點動模式撳8秒，一個好適合夏天嘅抹茶冰沙呢就搞掂啦，話都冇咁簡單。加啲淡奶油雪頂，再灑啲抹茶粉裝飾下，咁就唔使成日嘈住去星巴巴。如果唔中意抹茶口味呢，仲可以換成草莓或者芒果。心動就不如行動，嗱嗱臨整俾屋企人試下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從細食到大嘅豉油王鵝掌翼呢，做法就好簡單。今日就將我阿媽教嘅方法分享俾大家。首先要買到新鮮有啲日子嘅靚鵝掌翼，鵝掌上面有老繭呢，上面呢隻鵝呢有啲日子，再用凍水薑蔥酒幫佢沖個涼。飛熟之後就放去冰水浸一浸呢，更加爽滑。用慢火將薑蔥蒜炒香，炒香之後再落鵝掌翼，灒少少米酒呢，增香去腥。先唔好急住放水，炒到鵝掌翼有少少微焦嘅狀態，再落半碗頭抽，1大兜水，再落桂皮、陳皮、香葉、甘草、白角，落少少調下味就 OK。因為做豉油王呢，要突出嘅係豉油嘅香味，再落一大匙羹糖啦，少少老抽上色，大火煲滾，轉細火吸佢燜佢半個鐘就搞掂。中式豆腐呢，中途可以放啲炸豆腐一齊燜，燜咗半個鐘之後啱啱好，掌翼唔會爆皮，食落又唔會太硬，搞起身嫩滑又多汁，整一大兜慢慢食超級正。呢鹹度做小食或者前菜就啱啱好。今日早餐整翻個小朋友超中意食嘅雞蛋灌餅，阿女每次聽到食呢個早餐呢，都會彈起身。先將阿女最中意嘅薯仔切成絲，浸一浸水，咁樣炒出嚟嘅薯絲呢就好清爽。早上呢就冇咩時間搓麵粉，噴少少油，將現成嘅灌餅皮細火煎香，薯絲就用黑胡椒鹽呢炒一炒，煎到灌餅皮鼓起身時候，用筷子去吉穿佢，將雞蛋液灌入去，繼續用慢火煎，一個原始嘅雞蛋灌餅呢就完成啦。食起身就外脆內軟，淨係咁樣一個餅仔阿女係唔會起身嘅。屋企通常都會備少少急凍牛扒，醃好咗牛扒稍微解凍呢就可以煎，食起身冇骨又嫩滑，阿女就超中意。煎到9.9成熟之後，將佢切成細條狀，煎到啱啱熟呢，汁水特別多。再煎多幾條未用粉做嘅蟹棒，鋪少少馬蘇里拉芝士碎，將蟹棒、薯絲、牛扒同埋生菜呢都鋪上去。唔怕肥呢，仲可以擠少少蛋黃醬，將佢捲成一餅呢就搞掂啦。通常呢個時候，阿女聞到味呢就會出現啦。再滗到碗佢點名要食嘅紅棗銀耳羹，加支牛奶呢就營養滿分。呢個配搭食落清新得嚟又有肉感。阿女每次食呢個早餐呢都話好食過肯德基嘅北京卷。咁下次呢，我再試試做炸雞卷。見到小朋友食得咁開心呢，早啲起身呢都係值得嘅。我係小咪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冇胃口食飯呢，整翻個泰式炭燒豬頸肉撈粉，食落清新開胃又醒神。按照屏幕配比先醃一醃豬頸肉，做法呢同叉燒係一樣嘅。有時間呢就醃一晚，揾個靚仔啲空氣烤爐烤20分鐘，20分鐘之後翻轉嚟再烤20分鐘。哇！一拉出嚟真係超級香。豬頸肉呢有少少肥，烤到邊邊有少少碳化呢就叫炭燒豬頸肉，汁水呢非常多，食落爽脆彈牙。將豬頸肉全部鋪喺焯好嘅河粉上面，再落香菜啦，焯熟個豆芽，再淋一圈酸酸甜甜嘅秘製醬汁呢就搞掂啦。我係小咪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以前宵夜呢經常都會點牛骨湯，夜晚凍凍地時飲翻碗呢真係超級醒神。牛脊骨同埋肋骨呢就係12蚊，冇肉嘅筒骨呢就係9蚊，多肉嘅靚牛排呢就40幾。煲湯呢唔需要買咁貴嘅，可以揀啲仲有少少肉黐住喺上面嘅牛肋骨或者脊骨呢就好抵食。買咗3種骨，一大袋呢先50雞。黐住砧板屎嘅骨呢稍微剁剁佢。牛骨嘅血腥味呢比較重嘅，一定要飛水。凍水落鑊，放少少薑同埋燒酒，用慢火呢將佢慢慢煲滾。及時呢將血沫撈走，最後用凍水再沖洗多一次，咁樣煲出嚟牛骨湯呢先會清爽。煲牛骨湯呢就冇咩秘技嘅，關鍵呢牛骨新鮮同埋處理得乾淨。拍幾塊老薑，
然後將自己炒過嘅胡椒呢再拍碎。胡椒嘅作用呢，驅寒得嚟又去腥。將材料全部冚唪唥劈埋煲裏面。藥材呢，我哋只需要放一種就係當歸，除咗可以補氣血，關鍵呢可以壓住牛嘅騷味。大火煲滾轉細火煲3個鐘，2個鐘之後將蘿蔔呢放晒落去，放咗蘿蔔牛骨湯飲落冇咁油膩又冇咁熱氣，再煲1個鐘呢就搞掂啦。煲軟咗嘅牛肉呢，食落一啲都唔會柴，又有肉食又有湯飲。長身體嘅時期得閒煲俾小朋友呢就超級正，一家大細都啱飲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買生蠔呢，不一定要買最大嘅，中地咁嘅 size 呢，烤出嚟更加入味。要做烤生蠔呢，記得嗌靚姨幫你開好。去燒烤店如果唔食2打呢，就好似未去一樣。其實喺屋企整呢，簡單方便又衛生。今日我哋烤2個口味，蒜蓉醬嘅蒜蓉呢，先用水洗一洗。具體配比睇屏幕。食得辣呢，可以放多啲指天椒，放多啲花生油，將佢撈均勻就 OK。仲有一個正到痹係芥末芝士醬，將芥末、蛋黃醬同埋馬蘇里拉芝士呢撈均勻，撈到呢種結塔塔嘅狀態，就鋪喺生蠔上面。記得第一次食呢個芥末烤生蠔呢，喺一個食生蠔嘅專門店，哇！當時覺得呢個味道呢真係非常驚艷，跟住翻屋企試咗好多次呢，終於試到出嚟，用200度烤8分鐘呢就 OK。芥末芝士味道呢同生蠔呢非常搭。食厭咗蒜蓉烤生蠔呢，一定要試下呢個芥末烤生蠔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落咗幾日雨之後，終於都停咗，係時候帶小朋友返鄉下呼吸下新鮮空氣，好過成日屈喺屋企睇電視。最近呢就好少去商場食飯，今日搵返個山清水秀農家樂睇下有乜好嘢食。食材呢基本實現咗自給自足，青頭鴨同埋獅頭鵝都自己養，仲有山坑水養嘅魚，亦都有可能將外面嘅魚運返嚟喺度養乾淨。水土好同埋空氣好，養出嚟雞呢都特別醒目。坐水監坐咁多日，一放出嚟呢，心情都特別靚。細女最大愛好呢就係散步，只要唔喺屋企，去邊度都咁開心。所以屋企呢就唔需要太大，成日諗住換大屋，不如多啲帶小朋友出嚟行下公園啦，去下郊外啦，翻鄉下仲開心。喺山裏面呼吸咗新鮮空氣之後，人都特別清醒。平時喺石屎森林裏面，空氣呢就差啲，翻工翻學咁大壓力，周末呢就多啲翻嚟鄉下玩下，心情都靚好多。玩完一圈之後就啱好上菜，生坑魚就做咗2食，紫蘇魚頭湯同埋薑蔥焗魚。咁靚嘅雞呢，清蒸就好好味，蒸出嚟嘅汁水呢就可以撈飯，仲有原汁原味嘅酸菜炒大腸。農家樂最大嘅特色呢就係食材新鮮，空氣清新得嚟又有食大排檔嘅感覺，所以食飯時呢成個人都好放鬆。關鍵呢白飯任裝。仲有蒜蓉清炒昂菜，仲有呢個竹筍炒五花呢，一定要試一試。竹筍爽口嫩滑得嚟又唔吉嘴，香噴噴嘅五花肉仲夾帶住少少竹筍嘅清香，食落肥而不膩。最後壓軸嘅呢，當然唔少得雞雜煮粉絲，調味就落咗少少胡椒粉同埋蔥花，食起身呢就好清爽。呢度嘅茶水呢都好好飲。食飽飯之後，我哋再去山坑邊呢執翻啲坑螺。記得上次嚟呢仲見到好多西洋菜，今次呢就乜都冇。摸螺呢就手快有手慢冇，坑螺同埋石螺呢都好清甜，可以清蒸又可以煲粥。摸多啲翻去今晚用嚟炒紫蘇。摸翻去嘅坑螺呢就唔好馬上食，一定要養乾淨又要洗乾淨。千祈呢唔好覺得10幾蚊一斤坑螺呢有啲貴，真係有得執呢都要彎腰。典型執嘅時候呢就嫌多，食嘅時呢就嫌少。可以揾到咁乾淨嘅山坑呢真係幾難得。執坑螺呢就好危險嘅，屋企嘅小朋友千祈唔好模仿。鄉下嘅物產呢真係特別豐富。執完坑螺之後，我哋再返村裏面睇下有乜好嘢。細細粒嘅楊梅呢跌到成地都係，都冇人摘，食起身酸酸甜甜，仲好開胃。依家鄉下嘅變化呢就好大嘅，唔使種咁多菜呢，就可以做自己嘅花園，可以種下花啦，飲下茶。想出去買嘢同埋食飯呢，就揸車揸10幾分鐘。上網同埋網購呢都係一樣咁方便。
所以而家返鄉下生活嘅幸福指數呢，一啲都唔低。車前草。呢個咧就火龍果，不過今日咧就冇果。呢個係苦蜜，這是茄子。喺後花園咧，我哋見到有大片嘅艾草，新鮮摘落嚟嘅艾草做艾糍咧就超級正，超級詳細嘅做法咧可以睇翻之前嘅視頻。依家就試下鄉下最簡單嘅做法。艾草飛水之後，將佢剁水，再用水咧將片糖煮溶，將糯米粉咧倒喺面盤裏面。片糖煮溶之後，再將艾草倒埋落去，淋一圈花生油咧，將佢炒香。炒香之後，放一半糯米粉咧，將佢撈均勻。炒成熟漿之後，將佢鏟起身，將佢撈埋喺剩低嘅糯米粉裏面。咁樣搓出嚟嘅艾糍咧就彈牙好多。呢個傳統做法咧，鹼水都唔使放。最後將佢搓成一個個餅仔咧，就叫艾糍粑粑啦。一個個咁將佢攤喺富貴紙葉上面。以前冇咩零食，有客人嚟到整呢個艾糍粑粑咧，已經係最高嘅待遇。用柴火大鑊蒸出嚟咧，就更加美味。冇餡嘅艾糍咧，大概蒸20分鐘就 OK。趁蒸嘅艾糍咧，我哋準備又食又拎。好多水果咧仲未成熟，聞起身超級醒神嘅香水檸檬咧，可以做翻個水果茶。想飲咧彈個1。據說依家嘅香水檸檬咧賣到成20蚊一斤。金蟬脫殼嘅殼咧可以做藥，據說疏風散熱，睇落咧就金黃卜卜脆。香蕉咧就經常食啦，大蕉其實比香蕉咧更加有益，托蕉咧就比想象中辛苦，送俾你都不一定托得走。托完蕉之後，艾糍咧就啱啱好，趁熱食就非常軟糯，一人食3個咧，今晚就唔使食飯，咁就夜啲再煮個宵夜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阿女咧終於瞓咗，係時候整翻個宵夜。試下呢個最近超級火嘅9級酸辣肥汁米線。煮熟米線之後，再灼西蘭花同埋蟹棒，再放一塊自帶嘅響鈴卷，迷人嘅蔥花咧都放埋落去。特濃骨湯底同埋港式肥汁咧就無敵百搭，仲配咗豆芽同埋甜醋汁。有咗呢個靚湯底咧，真係煮皮帶都好食。橫快咧就搞掂一個豪華版宵夜，有條件再加個卜卜脆嘅燒鵝髀咧就更加正。炸響鈴吸收咗湯底之後，一口爆汁，米線食落就超級爽滑。呢個湯底咧真係要讚一讚，平淡無奇嘅配菜都變到好好味，酸酸辣辣配燒鵝髀都唔會肥膩。平時宵夜或者加餐咧都超級正，等外賣送到咧我都已經食完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第一個係有廣州增城10寶之一嘅黃糖頭菜炒五花肉。黃糖頭菜色澤金黃，聞起身有淡淡嘅清香，食落爽脆清甜，又鹹又靚仔嘅頭菜咧，一定要先浸水。成隻咁樣浸咧仲係唔夠，最好咧就將佢切到頭髮絲咁細，然後再浸佢10到20分鐘。浸完之後再清洗多2次。炒頭菜五花肉咧可以肥少少。我老豆講高中嘅時候帶2條鹹菜咧就可以食成個星期。浸一浸水咧就可以直接送白飯。用慢火將五花肉嘅豬油咧煎晒出嚟，煎到金黃硬身之後再開大火，將浸好嘅頭菜劈埋落去，不斷咁翻炒。依家嘅頭菜咧仲有少少鹹，落一大匙羹糖咧中和一下鹹味，不斷咁翻炒，將糖咧炒溶，炒到啲頭菜咧有少少轉色透明，調味放少少頭抽，不斷咁將頭菜炒到乾身，咁樣頭菜咧就會充分咁吸收咗豬油，睇落咧就油令令，食落就香噴噴。屋企除咗煲湯之外，頭菜咧都係必備嘅。點解飯店嘅椒鹽蝦食落特別香口呢？肯定有啲秘技。除咗蝦要新鮮之外，椒鹽咧一定都要新鮮。今日就分享下椒鹽嘅做法。先將紅花椒、芝麻同埋蝦皮咧用慢火炒香，炒到出誘人嘅香味嘅時候，將佢鏟起身，放咗蝦皮一齊炒咧就特別鮮，就唔需要再放味精。稍微攤凍之後就將佢打碎，打到佢粉身碎骨咧就容易出味啦。想又麻又辣咧，仲可以加啲辣椒乾一齊打。
再將鹽咧用慢火慢慢炒到佢變黃，最後將花椒粉同埋五香粉撈埋一齊，一個香到痹又冇加味精嘅椒鹽粉咧就搞掂啦。有呢個椒鹽咧做椒鹽排骨、椒鹽薯仔同埋椒鹽蝦都好好味，將佢密封起身可以慢慢食。新鮮蝦咧就去味去蝦腸，屋企冇油鑊咧就落多少少油，用大火咧將兩邊煎香，再落少少高度白酒咧激發出蝦嘅香味，可以落啲洋蔥啦或者菜椒裝飾下，炒到噴火出蝦油咧我哋落椒鹽，咁就乜調味料都唔使放，將佢兜均之後再落迷人嘅蔥段同埋芫茜，一個好味到連蝦殼都想食埋嘅椒鹽蝦咧就搞掂啦。食落鹹香得嚟有少少麻，非常惹味。學識整椒鹽之後唔使去大排檔咧都可以食到咁正嘅椒鹽蝦，我都忍唔住想偷食翻個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花螺除咗清蒸之外咧，仲可以做啫花螺煲，落多少少鹽將佢捽乾淨，搵個唔識爆沙煲，將薑啦、蒜啦，仲有洋蔥炒香，再將洗乾淨嘅花螺咧全部鋪上去。想惹味咧就倒半包鹽焗雞粉，水就唔使放嘅，因為花螺一焗咧就會出水。吸蓋之後開大火，沿住煲蓋咧淋半杯高度白酒，高溫火焰咧快速咁將花螺焗熟，去腥得嚟又真香。火焰熄晒咧就可以開蓋，再落半碗預調好嘅醬汁，煮到個收汁啫聲嘅時候就可以關火。是但料料再放幾條芫茜，一個正到爆嘅啫鹽焗花螺煲咧就可以上台啦。夏天食飯經常都冇咩胃口，咁就整翻個超級開胃又醒神嘅檸檬蝦，食落清爽得嚟又酸酸甜甜。做檸檬蝦咧就買呢種黃檸檬，酸得嚟又多檸檬汁。青 BB 嘅香水檸檬咧就留翻嚟做檸檬茶。怕苦咧就將檸檬核去咗佢。對蝦比羅氏蝦平一半啦，我哋食對蝦。有時間咧就去咗蝦腸蝦胃，再執靚仔少少，咁樣食落咧就冇咁拮嘴。蝦咁新鮮我哋就唔炸啦，開佢大火咧將兩邊煎香，放幾片薑壓一壓蝦聲。整檸檬蝦咧就唔需要放酒，炒到啲蝦紅卜卜咧就 OK。檸檬咧就唔好直接劈落去，將檸檬汁擠晒出嚟再一齊炒。呢道菜口味咧比較清新，調味咧就冇咁複雜，放少少鹽，再攞大匙羹糖咧中和一下酸味。炒到啲糖融化之後有少少黏稠嘅感覺咧就可以上碟啦。呢個檸檬蝦食落有好清新嘅檸檬味，又酸又甜，小朋友咧就超中意。蝦肉吸收咗檸檬酸之後爽口得嚟又彈牙。食厭咗白灼蝦咪整俾大家試下。我係小喵爸爸，記得準時食飯，點個讚。